想過一個唔使爬山、涼浸浸嘅夏天，同我哋一齊由西九龍坐高鐵直達世界級避暑勝地貴州，全程純玩，無購物、無自費，入住全新國內品牌酒店，價格僅限2999。帶你睇盡亞洲第一大瀑布，漫步雲端大草原，探盡最夢幻嘅古寨夜景。第一站，先去世界最大瀑布群黃果樹大瀑布。我哋好貼心安排扶梯上下，完全唔使你爬山，舒舒服服近距離感受水勢浩大，仲會去埋《西遊記》經典打卡位陡坡塘瀑布，聽下震撼山谷嘅口瀑聲，跟住同你走進雲端，行入烏蒙大草原，喺綿延無盡嘅陸浪入面，吹住18度嘅涼風，睇牛羊漫步，風車轉動，再去埋地心秘境積金大峽谷，坐100米高空電梯，穿梭喀斯特絕壁，感受大自然嘅鬼斧神工。夜晚最精彩嘅行程嚟啦，帶你深度夜遊烏江寨，睇住萬家燈火喺吊腳樓同時點亮，好似行入咗千與千尋嘅現實版童話世界。仲會帶你漫步歷史瑰寶甲秀樓，欣賞最璀璨嘅歷史名樓夜色，唔使爬山，極度舒服，咁震撼嘅山水景致，今個夏天千祈唔好錯過。話時話，大家覺得去避暑係睇黃果樹瀑布飛流直下震撼啲，定係去高山大草原吹涼風咁爽？喺評論區話我知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